大家好，我係蔡醫生。今次咧有好多朋友喺問，如果要剝牙嚟矯正嘅話，係剝4號牙定係話5號牙？呢個咧係要睇情況嘅。咩叫係4號牙？咩叫係5號牙咧？因為咧你上嵌牙咧，你排齊之後咧就係你中線之後第一個門牙就係第1、2、3咁樣計落嚟，4、5、6、7。呢4同5之間咧，佢係個鬆尖牙，所以咧我哋要睇住牙齒個形態。佢咧又係似於係虎牙個問題，可以拉齒嗰個食物，然之後咧可以嚼碎嗰啲食物咧就要靠大牙，6、7就係大牙，係磨牙。佢有呢個牙咧就係頸齒要可以磨碎食物，又可以拉齒食物之間個位置。呢兩隻牙咧係叫鬆尖牙。鬆尖牙咧就係兩個尖嘅，佢兩個形態4同5號牙之間咧，佢係形態係差唔多一樣嘅。所以咧，如果有啲矯正嗰時咧，你牙好唔整齊嘅時候咧，你可能就係要留啲，好比講你嗰個牙梁過大，骨梁過細嗰時候咧，牙排唔齊，我仲係同嗰個客人去比例，就好比講一個盤子，你擺嗰啲杯仔嚇，你4個杯仔擺得好穩陣係嘛？如果擺多一粒咧，好似就唔好穩陣咁樣意思。可能你唔小心你行一行咧，佢會跌落嚟咁樣。你擺4隻咧就好穩陣啦。你如果係就係同呢個牙一樣咧，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嗰個骨梁細，你擺咁多牙齒，好比講你28隻牙齒，你擺上去咧，你可以擁擠或者係爆出去，去掃出去嗰個情況，好出現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我可能剝咗呢兩個4號牙，或者係剝咗兩個5號牙，將牙咧排齊落去，個骨梁同牙梁個比例咧係稍為合適，咁就唔會突出去啊，或者係擁擠啊、逼住啊咁樣嘅問題出現。咩時候咧係可以剝4號牙？咩時候係剝5號牙？如果係話你嘅牙齒好擁擠、好逼住嘅或者係話你牙齒好掃出去嘅嗰個咧，你要內收或者要好快排齊嗰個牙齒嘅，你就要剝呢4號牙。因為咧呢4號牙剝咗之後，剝咗呢4號牙之後咧，呢個留咗空間俾到前面嘅牙齒，俾到前面嘅牙齒佢向後彈就會多啲，收多啲咁樣情況。咩時候咧係要剝5號牙？呢5號牙嘅情況咧，就係因為你前面嘅牙咧，佢擁擠得唔係好緊要，或者佢係爆得收得唔係好緊要嗰時咧，你要內收嗰前牙，內收前牙唔使話好多，稍微調整少少直立，嗰個門牙稍微直立少少，我哋咧就可以考慮你剝咗呢5號牙咁樣情況，因為咧牙齒移位，好比講呢門牙向後彈嗰時咧。如果係你剝4號牙，佢係可以去咗呢個骨頭比例，你就成個前牙向後彈嗰時咧，可能將呢個骨頭咧，將呢個牙位咧可以控制到60%到80%，係俾到啲前面牙向後嘅，留低個40%至20%咧係俾後牙向前嘅。如果係你剝咗呢5號牙嗰時咧，你情況就係5個5啦。咩叫5個5？就係50%到50%個情況，呢個向後50%，你向前50%。如果係話你剝4號牙咧，你前面嘅牙咧可以向後彈多啲，後牙咧向前咧就走少啲，咁樣情況去解決呢個前凸。剝4號牙、剝5號牙咧個情況，我哋仲要睇住牙與牙上下牙之間個關係。我哋有個評估就係話上下6個問題。上下6個問題，如果係話我哋係咬下時咧，係已經係我哋話異類，有異類咧就係話你下邊嘅牙齒向後，比上邊嘅牙齒向後咬多啲，咁嘅情況就形成異類。只係話咧，我哋要睇情況，剝4號牙、剝5號牙之間咧係都要睇過6與6之間嘅關係，就係6大牙之間嘅咬合關係。有啲時候咧係上邊剝4或者係下邊剝5咁嘅情況，有時咧就係左邊剝5號牙，右邊係剝4號牙，都有呢個情況存在。呢啲都要睇過你自己牙齒嘅排列情況嚟決定，你要點樣去排齊呢個牙齒，要點樣矯正呢個牙齒。好嘅，多謝大家。